有听到有人咧唱吉他第2部、第3部、第4部。好，那咱会晓唱分部的，咱家己唱较出来的，好无？哦，互咱这个和声吼，你认真来听，你会听着真水。无共的声音，亲像咱逐人有无共款的运势，总是咱共款受上帝的呼召，行伫上帝的天路。咱做伙过来吟一摆，做伙来。耶稣的我来家的路，做我向天的地步，谁敢我为阳光救主耶稣喜庆哦，我的真水吼！来，咱来看上尾边的信息619首。这条歌伊的节奏可能会小可歹领吼，咱听抒情段一摆。好，咱做伙来吟一摆哦，1、2，来。咱向前行的上帝的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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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向前行，咱向前行的上帝的歌，咱向前行，咱向前行，咱向前行的上帝的歌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摆吼。你若是摕信息的谱，可能你会三无路，因为伊反复记号伤济啊。吼，我惊你会行甲无去，你会看导影片。好，导影片若无意外的，应该就是照伊反复的顺序安怎一路落去啊，吼，所以就毋免惊讲会唱甲无去吼。特别第2后半段迄个，咱向前行，就一拍对无？咱向前行，咱向前行的上帝的歌。你若毋知影什么时阵要你会看我。时间我会徛伫遮做伙唱吼，所以毋免惊。来，咱搁来吟一摆哦。这条歌，伊是讲咱要行伫上帝的光对无？互上帝的大光就是好事还是歹事？好事吼，所以唱的时阵安怎？欢喜，咱是得到上帝光引带的百姓，所以咱带着5万快乐欢喜来做伙吟这首诗吼。咱1、2，来。咱向前行的上帝的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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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向前行，咱向前行的上帝的歌，咱向前行。咱向前行，咱向前行的上帝的歌。好，
好，请咱备办心来开始。今仔日个礼拜，若是你有揸手机仔的，请你家己关做静音，还是静动，以免扰乱着礼拜的进行。请咱安静心。咱着学乐耶和华，着唱新的歌，学乐耶和华。伫圣的百姓的会中，学乐耶和华。咱三甲来吟圣诗，学乐上帝。圣诗第15首，万有光明极美丽。马尾摩罗。
遐底，咱来用新的改变告别咱的信仰。你着真心、真性、真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界是大的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是亲像是讲，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尽头。我用新的概念予你，就是恁着三听。请坐。咱即时要来三甲启应。启应文35篇，就是上元第四篇。我的囝儿着听老爸的教示。因为我用好的道理予恁。我嘛捌做过老爸的囝。老爸有教示我讲，你着记住我的话。找着智慧，找求聪明，毋通袂记住。毋通去杀智慧，伊会保护你。智慧上重要，着拍拼找。你尊重智慧，伊会高举你。智慧会用花冠记伫你的头壳。我的囝着听，着领受我的话。你行的时，袂拄着阻碍。是的吼，我念毋着纸。我有指示你智慧的路。你行的时，袂拄着阻碍。着持续教示，毋通放松。好，咱三甲来祈祷。至大、至尊、至圣、至权、至听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亲像真爱般的阮到圣殿敬拜你。阮要伫信仰中呼叫你的圣名，伫呼叫中来找见你，伫敬畏中来叩拜，伫骄傲中恳求你赦免，伫罪恶中恳求你拯救，因为你是阮的关台。盾牌是阮拯救的角，阮感谢你，哈利路亚！亲爱的阿爸爸上帝，你是平安、智慧、真实、尊贵、快乐、公义、甲听的源头，是阮的关台、山脊、石盘、避难所。伫你奇妙的作为中，阮伫软弱的时看见你的带领，伫卑微的时享受你的阳光。伫愤恶的中间，发现你的疼痛；伫罪恶中，才知你的清气。你互阮孤王变成智慧，无知变成聪明，邪恶变清气，自私变公义。互阮看见家己拢总的罪，为阮拆去所有火解的目屎。你的疼，毋是阮讲会清楚的。亲爱的阿爸爸上帝，伫全世界。天灾、战争、新的病毒纵行的时，你保守台湾，赐阮平安。国际的局势看起来亲像真混乱，总是阮确信你是历史的主宰。你的确看顾台湾，你互阮伫台湾国内的混乱中看见真理。你要保守台湾2026年的选举，除去破坏价值观。歪曲真理、无道德规范的行为，
将政策变成做虚假无实的口号，无公义，满是欺骗的行径。恳求主赐予台湾人智慧，看清楚真假，明白是非，选出真正挺台湾有公义的人士，为着台湾各地来服务。愿你的旨意行伫地呢，亲像伫天呢。充满人民公义甲慈爱的阿爸爸上帝啊！你是平安、喜乐、智慧、真理、尊贵、快乐甲疼的总根头，是阮脚前的灯，阮的照盘、活命、顺转、瓦克、医治、稳定甲丰盛。哈利路亚！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阿门。这时，台南退休牧者诗班要来带咱用圣诗敬拜。今仔日要念圣诗是万民教医的诗。
三甲来强受上帝的话，记在列王记上卷第3章第1节到14节。所罗门甲埃及王法老结亲，带法老的查某囝做某，以伫家己的宫殿、上主的圣殿，甲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，还未起好以前，伊互法老的查某囝住伫大必城。当时也未为着上主的名起圣殿，所以人民拢伫山头端献祭。所罗门听上主遵行伊老爸大卫的命令，毋过还顾伫山头顶献祭烧香。所罗门王去基遍献祭，因为遐有上大的山头盘。伊伫坛顶献1000只精生做烧化祭。伫基遍有一暝，上主伫眠梦中对所罗门显现，上帝讲：你爱我赐你啥物，通对我求。所罗门应讲：你要施大恩予你的仆人，我的老爸大卫，因为伊用诚实、公义、正直的心伫你的面前生活。你阁赏赐伊不变的听，就是赏赐伊一个囝坐伫伊的位，拄亲像今仔日安尼。上主，我的上帝，当你予你的仆人接受我的老爸大卫做王，毋过我也少年，毋知按怎样治理国家。你的仆人住伫你所拣选的子民中间。遮个人民罪到算袂得，嘛算袂了，所以求你赐你的仆人明辨的心，通判断是非，治理你的子民。若毋是安尼，啥人会当治理你遮济的人民？主真欢喜所罗门所安尼求。上帝对伊讲：伊既然安尼求，无为家己求长岁寿。无求好业，无求消灭你对敌的性命，只求明辨的心，会晓分别是非、公正、治理。但我照你所求的，予你，我赏赐你聪明智慧的心。伫你以前无人亲像你，伫你以后嘛无人会亲像你。你无求的，我嘛会予你，就是富足、尊严。互你伫世间的日子，无一个王会当甲你比。你若行我的道路，遵守我的规例甲诫命，学你老爸大卫的所做，我就互你长岁寿。今日张干牧师要讲的主题是智慧真的假？咱同心来祈祷，赏赐智慧的主，赏赐生命的主，阮阁一遍来到伫你的面前，恳求主，你帮助阮会当安静阮的心，开阮的耳孔，通互阮听见你所要对阮讲的话，通互阮伫今早起阁一遍领受对你来的开力，阮要将下面时间仰望交托伫主你的圣手。愿主你来引带，互讲的甲听的人同齐得到利益。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今日姊妹大家平安。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圣经，在我想对真侪人来讲拢真熟吼，甚至伫主日学也定定咧提起这段故事，对吧？吼，咱知影这段故事是所罗门王甲上帝的祈祷。若讲到所罗门王，毋知影兄弟姊妹，你会想到啥物货？智慧哦，伊的智慧上出名对吧？阁有无？会想到所罗门的啥货？毋免歹势，下人阮主日学的囡仔拢足勇敢的，拢讲话拢足大声。我特别问因问题说：来，你若讲到所罗门，你会想到啥？哦，大家拢提提吐吐哦，像咧讲的哦。哦，所以讲到所罗门，咱会想到啥？哦，财米是无？对。哦，你搁娶做济某？
确实吼，咱头拄仔所讲的，拢是圣经的记载，也无毋对。伫以色列即个王国，伫所罗门的手头，伊确实是达到规个国力上强的时代吼。啊，伊也有留落互人真侪真印象真深的事业吼。譬如讲，今仔日咱看到，伊甲上帝恳求爱有智慧。吼，后面咱阁有看到安怎判断一个红鞋仔是属于啥的，后来伊阁起圣殿，通讲迄个国家到伫伊的手头是极其强大，强到啥物程度吼？伊阁真富裕，到啥物程度吼？你若继续看落去，圣经讲吼，伊逐工爱食15000斤的面粉。我毋知影咱一工会食甲遮济面粉无吼？啊，我看到咱大家骹有一寡新陈代谢科的医师，那个脸色马上，哇，怎食上济安尼，糖分敢会压起来吼？啊，搁有伊一工爱食30只的牛，100只的羊，毋知影是真正伊有遮尔济的需要，还是讲伊爱照顾的官员真济，吼？所以因一边食饭，拢爱食甲遮尔济物件。伫圣经内底也有真侪伊的作品啊，比如讲箴言，大家拢会讲哦，这是所罗门写的。大家拢讲伊是一个真有智慧的国王，甚至甲别国的女王拢会为着要听伊智慧的话，调工走来找伊。所以大家拢对伊的智慧真有印象，所以也会真意爱来分享今仔日咱所听的即段圣经。咱会伫主日学甲囡仔鼓励讲，咱来学习所罗门，先甲上帝求智慧，安尼其他的上帝拢会赏赐互咱。那安尼，即个智慧到底是啥物吼？伫谈大人所读的版本吼，伊可能毋是用智慧即个词啊，伊讲吼，伊需要一个明辨的心。啊，咱是读和合本，也是古早巴克勒的版本，伊就是讲，伊甲上帝求要爱有智慧。伊即个智慧是，伊需要有一个明辨的心，通判断是非的心，互伊有即种聪明，知影讲代志要安怎来判断。啊，确实，伊的即个恳求也真紧就得到印证。吼，你若阁继续为后面显过，你就会看到。智慧拄仔求了，就随阮两个查某人走来找伊，讲哦，阮两个拢有红鞋仔，啊一个半暝仔无小心地死啊！即摆迄个讲即个是我的，另外迄个讲即个嘛讲即个是囡仔是我的，所以咧用即个故事，互咱看见所罗门是安怎领受即个明辨是非的心，明辨是非的智慧，真紧就找出红鞋仔的亲生老母到底是啥。用安尼来证明，伊真正有得到上帝赏赐的智慧。对，所罗门真正真有智慧。然后以色列国敢着因为安尼就代代无尽、永远强大吗？无咧。所罗门了后，以色列国就分裂啊。那安尼，我想要请大家过来小考虑一下，安尼真正有智慧吗？伊若真正足有智慧，是安那智慧会领导到尾啊，后面因的国家就分裂啊。发生啥物代志？伊的囝教无好吗？啊，无是安那甲后面总分裂的。啊，若咱有印象哦，敢若会感觉，甲有一个印象是所罗门哦，敢若愈老愈无智慧哦，吼，一直娶某，对无？娶为各个每逐个国家、逐种种族内的公主吼，迄个政治联姻啊。啊，为着要满足遮无共款的政治需要，所以设足侪的偶像，甚至毋若互因某礼拜，伊也家己对礼拜，拜到尾啊，上帝气煞伊，最后王国就来分裂。那安尼，咱可能爱想一下，安尼敢真正有智慧？是上帝赏赐互人的智慧有期限，还是安怎呢？上帝赏赐的物件，敢有保存期限？
也是即个智慧可能无保存期限，但是甲后面所罗门袂记得伊有得到上帝即项的赏赐咧。其实咱来想哦，即款代志毋若是发生伫所罗门王的身上啊，伫现代，伫每一代也拢发生过真侪类似的代志。咱会看到一个真有温数、真有影响力的人，伊可能有建立真大的事业吼，无论是伫做生意也好，还是政治也好，还是做牧师也好，敢若伊的智慧会歹去，还是会过去共款。像是即阵仔咱看到一个智商157的人，后面我就莫阁讲啊。到底是伊的智商会过期，还是伊的才调会过期，还是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啊？咱莫讲政治人物啦，吼，惊会伤敏感。我毋知影大家伫网络顶面敢有看过一寡网红，伊是基督徒。然后伊拢会分享讲，因为我的基督信仰所以我日子要安怎来教示，安怎牵教我的囡仔。因为讲我的信仰甲我讲，我是囡仔是上帝稳定的赏赐，所以上帝互阮生，阮就一直生。然后通过安尼，伊个翕足侪囡仔的相片互人看见讲，哇，阮即个家庭真正得到上帝足侪的稳定，去足侪教会世界做见证，然后有一天常常互人踢馆，互人爆料讲，其实伊拢无咧顾囡仔，其实伊的囡仔拢放互安亲班咧教。囡仔甚至伊家己接送也无爱送，拢直接叫计程车，互足细汉的囡仔家己想办法坐计程车去上课。有一遍车无甲囡仔接着，囡仔毋知影要安怎办，怎伫路边吼，是互厝边看着厝边甲伊带倒来。然后大家就互雄雄发现，原来即个网红无影遮贤饲囡仔，无影遮贤疼囡仔，伊的信仰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？雄雄，大家拢毋敢讲伊是基督徒，雄雄，大家教会就阁毋敢请伊去做分享。雄雄，大家发现囡仔是伊趁钱的工具，流量密码、业配文，小孩可以变现。我毋知影咱有看过即款的例啊无？也是讲咱有看过一寡基督徒的政治人物，会伫伊要开工、要做工课的时阵，讲来，咱要将咱的咱所服侍的即个地区交托互上帝，所以因带整个团队做伙来祈祷，就想要亲像所罗门王共款，来将伊的国家也是讲伊所管理的区域交托互上帝，要甲政治献上互上帝来管理，结果舞一大堆有诶无诶风波，最近得要互人罢免啊。也是讲咱有看过一寡牧师，真有温数，真有才调这是阮家己熟悉的人。伫阮咧读神学院的时候，我也感觉，哇，上帝实在甲即个人同在，足有温数，足有热情。伫学校服侍也真热心，伫外口服侍也真热心，甚至佫开拓教会，佫有成功，佫有正式成立堂会，总是后来就出代志。足侪即种的牧师，无伫钱的代志出代志，偷摕教会的钱，无就是伫性的方面出代志。那安尼，即个时阵，拢会人足想要问讲，无你的上帝是发生啥物代志？上帝减无互你有智慧，知影讲即款代志袂当做吗？是上帝有问题，还是你的头壳有问题？是上帝对你的保守有期限，还是你发生啥物代志？甚至咱会问讲，这上帝竞选这款人是，敢会是上帝一开始会竞选就有问题？上帝哪会竞选这款人？伊是安怎？哪会当互这款人徛伫有影响力的所在呢？我毋知影兄弟姊妹，咱敢捌有这款的疑问，还是讲捌对这款的人真受气，甚至因为安尼来对上帝真受气？讲到遮的时候，咱要小停一下吼，就是咱咧读圣经的时阵，咱要真细字一项事，就是袂当因为即个圣经的人物真出名，
也是讲因有一寡个事业真好，所以伊一生所做的每一项代志拢是对的，咱袂使安尼读圣经。是安尼讲？因为以早吼，我咧带青年的过程当中，伊会甲我讲：姐姐，阿伯拉罕是信心的老爸。但是，伊去到别个所在，行家己互人杀时，总啊讲伊的某是伊的小妹呢。安尼以后，我是毋是嘛会当安尼做？信心的老爸安尼做，敢会使？阁有哦，人讲雅各吼，即阵仔咱的台语查经班拄啊好咧讲雅各的故事。讲雅各是后伫即对双子仔内底，上帝特别赏赐伊甲伊同在的人，所以伊真正安怎欺骗伊的老爸，安怎欺骗伊的阿兄，迄拢无要紧啦，迄是一个过程，敢是安尼？所以咱咧读圣经的时阵爱真细致哦，毋通因为即个人伊真出名，也是后面的人甲伊封一个啥物信心的老爸，也是啥物上帝的心意的人，咱就甲伊这世人所做的每一项代志拢当作是对的，无？咱犹原是需要真细致来读，然后来看讲，伊伫遮的乱世当中，上帝安怎甲伊引带，毋是伊做的代志，咱拢爱学习。毋是伊做的每一项代志，拢爱照单全收。所以共款，咱袂当因为咱对所罗门王有一个智慧的印象，因为伊伫遮求讲我爱有智慧、爱有判断的心，然后就当做伊对打了后所做的每一项代志拢是对的，无，毋是安尼。咱甚至是需要来。真细致讲，咱咧教囡仔看即段圣经在的时阵，咱拢安怎教？我举我家己的咧，我会记得伫细汉主日学的时阵，老师拢讲，恁看所罗门王先甲上帝求智慧，求有一个明辨是非的心了后，上帝足欢喜的，所以讲我要将一切你无求的拢赏赐互你，所以伊才会当有国家足强盛。所以小朋友，恁拢爱先求智慧，安尼你后壁啥物拢会得到。安尼，请问小朋友，伊会想要得到智慧，还是要得到后壁的物件？我甲你讲啦，小朋友绝对是想要得到后壁的物件，所以我先惊啊，我要甲上帝求智慧啦，敢毋是安尼？这是人性啊，人性就是遮尔会软弱，所以咱咧教导的时阵，咱毋通强调讲伊后壁得到足侪物件，咱爱问的是。即个智慧，所罗门伊到底安怎运用？然后咱来问的是安怎后面看起来的发展，遮尔啊无智慧？咱甚至伫咧教即段圣经在的时阵，咱毋通甲重点讲求智慧了后会得到啥物？咱反倒爱问是安怎上帝听着所罗门王。甲伊求一个明辨是非的心的时阵，圣经讲上帝欢喜伊安尼求，这才是重点嘛。上帝欢喜啥物代志，这才是重点嘛。毋是伊后壁得到啥物物件，迄毋是重点嘛。是安怎上帝欢喜伊安尼求？第10节讲上帝真欢喜所罗门安尼求，是伊到底欢喜啥物代志？我感觉重点是迄个关键伫第7节。第7节的时阵，所罗门甲伊讲：“我还阁真少年，我毋知影安怎治理国家。”伊咧甲上帝讲，伊的软弱伫倒位？意思是上帝，我需要你的帮助啊！上帝欢喜的代志是，伊承认家己的不足，来寻求上帝的帮助，寻求上帝赏赐伊智慧，寻求上帝即项代志，才是上帝欢喜的啦。毋通现阵讲后面迄啥物有会当偌好食，会当安怎迄拢无重要，是
这个时阵，现主时的所罗门王，伊知影家己的少年，知影家己的软弱，知影家己的不足，伊知影伊的老爸之所以会当做王，是因为上帝的高抹，是因为上帝的拣选。伊知影伊的老爸会当甲这个国家带到安尼，是因为上帝的引带，所以伊知影现主是我无够野，我需要的是，互阮老爸开力的迄个上帝，也想使互我开力。上帝欢喜的是，伊知影家己的不足，知影爱倚靠主啊。所以，与其说咱讲上帝欢喜伊找求智慧，不如讲咱上帝欢喜伊找求上帝，因为上帝才是智慧的来源啊。你无找上帝，你甲别位去找求智慧，迄嘛是空的啦。因为真正智慧的来源是上帝，找求上帝这项事，才是上帝真正欢喜的。所以伫后壁14节，上帝甲伊提醒讲：你着爱遵守我的诫命，遵守我的律例，安尼我要甲你同在。你着爱学你的老爸安尼遵守我的规例甲诫命。所以这才是上帝看重的代志，是听上帝的话，找求伊，这才是上帝看重的代志。祈祷的内容可能是基础啦，是咱爱先找求上帝，是安怎上帝要安尼甲伊提醒吼？咱来看一开始哦，第1节到第3节，我感觉真趣味哦。伊先记啥物代志哦？第1节伊先记讲。伊带法老的查某囝做某。法老是倒一个国家的国王啊？埃及对无？埃及是一个敬拜上帝的国家吗？埃及人，我感觉交台湾人了啊相像吼，啥物物件拢会当摕来拜，对无？日头也会当拜，月亮也会当拜，树仔也会当拜，石头也会当拜，哦，和咱台湾人足相像的。上帝看见伊有即个危险伫遐啦，看见伊带一个埃及的公主入来，伊看见一个危险，然后咧，伫第2节讲啊，当时的百姓也未为上帝起圣殿的时阵，人民也伫山头的这段遐来献祭。所罗门王伊嘛是共款去到基遍的所在，伫迄个坛顶面献祭，啊，遐个坛是啥物物件？甲咱人留落来的啦，是遐个无敬拜上帝的人留落来献祭的所在啊，因为因还袂起圣地啊，罔用嘛，啊罔用啊，迄个时阵因若阁有一寡家人住在边仔，是毋是因会甲伊安怎用？阮古早咧用即个坛的时阵，安怎拜较有路用，较有效？较灵，安尼以色列百姓会受影响袂？所以上帝伫14节甲伊提醒，你着爱学你的老爸，遵守我的规例，学习我的诫命，行我的道路。安尼你所求的，才会甲你同在。这才是上帝真正看重的代志。人爱找求上帝，行伫伊的道路，因为若无上帝，就无有智慧；若无上帝，就无有祝福。只要离开上帝，就是咱去撒遮的一切。所以，咱会当对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来看吼，敬畏上帝、倚靠上帝的时阵，就有开力，敢毋是？哦，即马咱拜三，圣经学堂嘛，拢一直咧看安尼的故事啊，对无？每一代的事是安怎会兴起？就是因为以色列人结落皮嘛，互上帝修理嘛，啊，互上帝修理，知影会听会爱啊，转来找上帝嘛。啊，找求上帝了后，上帝就为因兴起事。只要即个事敬畏上帝，照上帝的吩咐来引带，以色列就会当有一段太平的时间。啊，最近咱嘛看到基甸后来做啥物代志？
有继续敬畏上帝吗？有继续尊主做大吗？然后上帝的快乐，敢搁继续含伊的家同在？咱顶礼拜看到灭门惨案嘛，对无？所以为以色列的历史，咱拢看见讲，咱人追求上帝、行伫上帝的规律诫命的时，迄阵咱才真正会有智慧，咱才真正知影去分别啥物是上帝所欢喜的。所罗门的一生也互咱看见到，伊一开始抓到重点嘛，伊追求上帝，总是到后面，当伊愈来愈丰盛，愈来愈强大了后，伊袂记得爱敬畏上帝，袂记得遵守上帝的律例，袂记得爱单单倚靠敬拜上帝，所以离开智慧的源头，离开上帝的祝福，甲尾仔国家分裂，甚至甲足济代了后，北国甲南国拢灭亡啊！所以兄弟姊妹，我要讲，毋是上帝的祝福的过期，嘛毋是上帝赏赐的温顺智慧的过期，是人对上帝的疼的过期啦。人家己无爱啦，人家己放弃敬畏上帝，放弃即个智慧甲祝福的来源啊。所以对安尼，咱会当知影一项事吼，就是其实啦。咱拢知影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，对无？但是上时咱嘛爱会记一项事，敬畏上帝是一世人的功课啊！咱袂因为敬畏一摆，然后就永远得到福气，然后一劳永逸，无啦，无遮好康的啦。只要咱离开上帝，无搁敬畏上帝，遮个祝福自然就会离开阮。伫昨暗的大专小组，阮也真拄好吼，讨论着即个主题。然后阮就咧讨论，那安尼到底啥物是敬畏上帝啊？讲到遮，敬畏上帝、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那安尼，啥物叫做敬畏上帝？我真爱和遮的学生囡仔讨论吼，我感觉对因的心上，阮会当有无共款的学习，毋是牧师拢会当知影所有的答案。对遮个学生的分享，我感觉我得到一个真好的启示啊！阮有一个学生，伊甲阮分享讲哦，伊感觉伊看到伫圣经内底有真侪用自然现象来比评上帝的规律，譬如上帝是火，是大的单雷公的声，是大风，是大水。伊讲啊。有一摆，伊风台天去咧海边，伫遐看海鹰，毋通学哦。伊伫遐看海鹰的时阵，伊看到哇，迄海鹰安尼爬起来，哇！伊感受到大自然的规律，然后伊想到圣经内底捌用大水的规律来比评上帝的规律，伫迄点，伊看见上帝的规律较大伊的规律。伊讲吼。我若阁继续徛在遐，我会毋知影安怎死呢？迄鹰若拍过来，人是徛袂知的啦。鹰若拍过来，甲我拖出去，我人就无去啊。我安怎死的，我拢毋知。我即个人无去啊，我的爸爸妈妈甚至会毋知影我安怎无去的。迄个时阵，伊看见家己的渺小。看见家己的微细，上时伊也看见上帝的规律大过人的规律。迄点伊讲，我感受到我敬畏上帝。哇！我对伊的分享学习到，啥物叫做敬畏上帝？就是知影咱人足微细，然后知影上帝足大。上帝大甲一个程度是咱无法度去左右上帝的意思，啊，咱人小甲一个程度是上帝会当影响咱的生命，上帝会当影响咱的生命。当咱看见家己的软弱，谦卑伫上帝的面前，心情讲对，我真细，伊比我搁较大，我会惊，这就是敬畏。看见上帝的规律大过咱的规律，谦卑降服伫上帝面前的时阵，迄是敬畏。
啊是安怎敬畏上帝会成做智慧的开端，就是因为敬畏上帝会互咱知影，咱人无遐个好来，咱会诚实，然后谦卑来承认咱家己的软弱，承认咱家己需要上帝，承认咱家己需要上帝的看教，然后咱就会乖乖谦卑，照上帝的话来行，然后就会行伫对的路顶面。就会因为咱会惊，会知影爱谦卑，行伫上帝的路顶面，咱就会行伫上帝智慧甲祝福的保守顶面，敢毋是？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爱会记诶吼，咱人是真软弱，对咱的软弱看见上帝的大亏难，咱来学习敬畏上帝。毋过真不幸哦，咱人的记忆真歹咧。咱常常会袂记得家己是软弱的，所以咱人足容易跋倒。咱嘛会常常袂记得别人是真软弱的，所以当咱看到一个对伊来讲真重要，也是真有影响力的人跋倒的时阵，咱会失望，咱会生气，甚至有想要离开信仰。但是兄弟姊妹，上帝恩典就是宝贵，就是伫遮，就算人搁再安怎会软弱，搁再安怎会跋倒，上帝一直拢袂离开咱，伊会伫遐等咱回头。你看上帝对以色列的疼，就算所罗门王后来离开上帝，上帝犹原保存因兜犹大支派会当继续做王，做骨六代。伫这内底一直拢有出一寡敬畏上帝的王，这是上帝的恩典，一直徛伫遐，甲因叫，喊因回头，甲因讲我一直伫遮，只要恁回头，我的恩典会向恁显明。只要咱人肯回头，无论咱跋倒几摆，上帝拢会一直用伊的恩典引带咱转来，敢毋是？圣经内底的每一个人，拢互咱看见上帝对咱的忍耐，就是遮尔大；对咱的恩典，就是遮尔大；对咱的疼痛，就是遮尔大。若是咱有看拜二吼，拜二查经班，咱咧看创世纪内底的人，歹势啦，一个比一个拢搁较软弱呢，一个比一个无信心啦。一个比一个对，因拢知影爱敬畏上帝，但是正经拄着代志的时阵吼，拢常常拢是跋倒的迄个啊。总是上帝的恩典就是安尼啊，就算你跋倒，就算你和恁爸爸共款拢咧跋倒，我犹原要听你，我犹原要带你转来甲恩典的路顶面，敢毋是？兄弟姊妹。所以，咱会当看见上帝恩典甲拯救，毋但是赏赐互过去圣经内底的人，也是赏赐互现在每一个愿意找求伊的人啊。就算咱常常软弱，常常骄傲，常常袂记得爱敬畏上帝，但是只要咱搁活咧，咱拢有机会；只要咱搁活咧，咱拢会当活倒转。谦卑降服伫上帝的面前，承认咱的渺小，承认咱的微细，承认咱需要上帝。安尼，上帝的恩典就会一直带咱转来到伊保守的路顶面。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，总是敬畏上帝是一世人的功课。咱姊妹毋知影咱敢有发现？家己捌伤过骄傲，需要悔改的时，也是讲，咱敢捌有发现讲，咱家己伤过软弱，需要上帝的时。我有。啊，这嘛佫讲落，我会晓，互大家拢知影，前一站我实在是真软弱。真需要上帝，我也看见讲，人无可能倚靠家己的气力，就会讲活到足好势。你真软弱的时阵，你真正含徛都徛袂在，无才调喜乐，无才调有气力，甚至无才调幸福在。迄个时阵，我知影我需要上帝，所以我也真感谢
只要咱找求上帝的时阵，上帝拢会将教野的稳定相赐互阮。而我感觉我真悲伤、真忧郁，甲我无法度通过服侍。上帝就找较歹的另外一位牧师来陪伴我，甲我讲上帝的稳定一直到遐咱用，毋通失去对上帝的仰望，也毋通失去对上帝的信靠。因安尼，豆豆啊，扶持我会当行起来。所以，若咱的生命当中，咱捌发现讲，家己伤过骄傲需要悔改，还是发现着咱伤过软弱需要上帝，我甲咱恭喜，因为这是咱得到稳定的时刻，是上帝伸手甲咱扭掉了，互咱会当转来敬畏伊、领受伊开力的时刻。是咱会当重新得到上帝稳定甲智慧的时刻。若是咱这世人拢毋捌感受过，讲我家己真正是真软弱，真需要上帝帮助，也是讲咱从来毋捌感受过，讲上帝会开力大过通行的事。我向上帝祈祷，求上帝当初是感动所罗门找求伊的迄个事，也感动伫咱每一个人心中。互咱的生命拢会当有机会去敬畏上帝，互咱的生命拢有机会来领受上帝的智慧甲引带。阮对上帝是一世人的功课，愿咱会当伫即条路做伙学习，做伙提醒，做伙扶持，手牵手帮咱边仔的人，做伙来倚靠上帝。认捌上帝对咱无比的疼，咱做伙来祈祷。因为上帝，阮向你献上感恩，因为阮知阮所拥有的一切，拢是对你来相属。阮的恩赐、阮的才能、阮的开力，甚至是阮的性命、阮的健康，拢是你所属的。离开你，阮袂当做啥物；离开你，阮就无阁有智慧，知影安怎好好活着。离开你，阮也就无阁有开力，会当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。主啊，所以伫你的面前，阮要搁一遍来承认，阮人是软弱的，阮确实需要你。愿你伫阮的生命当中，一摆搁一摆，阮显明你的大开力，通互阮知敬畏你是智慧的开端。疼惜你、敬畏你、跟对你的话来行，是阮一生得到稳定扶持上大的来源。主啊，愿你用你的疼来向阮每一个人显明，互阮会当深深知影，你是通倚靠的上帝，你是阮生命的开力，也是阮生命的保障。将阮每一位兄弟姊妹恭敬交托伫主你的圣手。也愿你大大使阮伫每一个听你的话，搁去行的人。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咱三甲坐咧来吟575首，耶稣叫我来行天路。说了我来行的路。
即时来奉献。咱做伙来看几项教会消息的报告。头一项，本礼拜的巴克的圣经学堂暂停一摆吼，因为老牧师要带青少年外出，所以即礼拜咱的圣经学堂暂停一摆。再来，咱要伫9月初8来召开今年度第一次的临时会员好会吼，咱要来选举本会2025年到2028年的长老10名。所以迄天的礼拜，咱是连续礼拜吼，伫9点开始，请咱会当提早到教会来领名牌，然后你爱甲名牌来坐吼。会员名单伫本主日开始，咱会公告伫后壁的公布栏，所以若有问题也是有顶单的，请咱来小会员提出更正吼。若是伫好会迄日，咱无会当出席的人，咱嘛爱请甲咱各区的区长，咱才甲咱的小会员来请假。好，所以咱伫9月初8要来选咱的长老吼，咱受选的名单是爱现任阁还未满70岁的长老执事。咱的名单有14个，咱要选10个吼，咱名单就是安尼吼，我就无一个念，咱会当为即项代志，咱做伙来祈祷。好，咱来欢迎咱有几位的会员来转入吼，一个是蔡正道，一个是杨秀凤姊妹，毋知影今仔日敢有伫遮？好，安尼可能今仔日拄好无来吼，是为后甲教会转入，也是咱顶边西咧信用隔壁一个蔡志康兄弟的爸爸妈妈吼，下面做伙转入咱的教会，咱也继续为因即个家庭来祈祷。
再来，本礼拜是教会甲社会事工关怀主日，也请大家为着中会教社部的事工来关心奉献甲祷告。啊，今仔日咱的圣歌队去灵修旅游吼，老牧师含因做伙活出，咱也为因的出入平安来祈祷。啊，今仔日也特别感谢咱的退休牧师来为咱来献诗，咱拍拍啊欢迎因。好，啊，伫即礼拜拜二到拜四，青年牧区因要以办生活营吼，所以老牧师要带因做伙去台东，咱也为着遮个青年出入平安，互因伫即个生活营的当中有真好的学习，做伙为因来代祷。后主日是咱本会青年牧区的奉献主日，也请大家为着青年牧区的事工关心奉献甲代祷。后礼拜的礼拜服侍也会由咱遮的青年来服侍，请为因来代祷。中会伫今仔日到社部吼，伫今仔日下昼2点到6点，伫市政府遐有办一个7月平安福的市集吼，所以会有一寡的小市集，有人摆档，啊，阁有邀请一个艺人伫遐来演唱，还嘛有现场嘛有一寡乐团的敬拜，啊，阁有一寡的礼物，所以大家会当伫下昼的时阵去甲市议会迄个永华路的迄个广场。哦，会当去遐做伙来共襄盛举啊！吼，啊，我看到的消息是讲市集吼，11点就会开始有人伫遐摆啊！哦，啊，所以恁若有闲吼，下昼会当做伙来遐行行的，做伙来支持咱中会教社部的事工。咱即时要来读即礼拜的经句，伫咱周报的14面。啊，若会晓白话字的，直接读就好。我来读一遍，啊，各位来读2遍。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，捌迄个至圣的上帝就是聪明。箴言第9章第10节，咱做伙来读。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，捌迄位至圣的上帝就是聪明。箴言第9章第10节，咱即时要来吟祝福的诗第619首，请起立，向前，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。真行伫上帝的歌，咱向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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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。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地上帝的疼痛、信心感动甲扶持，互恁众人认捌上帝、敬畏上帝、领受智慧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要倒闭会后，请咱互相行平安礼。